继续来看台中市的议员接到市府经发局的员工来指控，讲局长言语霸凌，员工要请病假嘛共挑战。市长卢秀燕来回讲，这市府有合法的管道会当来申诉。另外，卫生局嘛员工来指控，讲人力无够，定定加班到暗时8点外。市长讲已经增加2倍到3倍预算去补助这个人员。不过，议员对市府处理的态度甲方式真不满，伫个议会来炮轰市长。暗时8点外，卫生局的办公厅电话点甲光亮亮，下班的员工是稀累累，拢已经离开大楼啊，敢若搁咧处理公事。加班变成常态，有员工挡袂牢，催议员投诉。市议员伫议会甲卢秀燕讲，局长自己也常常连夜上班。你们是一级主管，他们有主管加级耶，基层人员有吗？每个月薪水13万耶，基层人员有吗？每天跟你们一起加班，然后把所有的光环你一人升上来。没有，所以卫生局的人员为什么从500多人会变成1500多人，3倍增？为什么他的预算会从30多亿变成120亿？这是应该的。市议员提出卫生局的员工写定情书，讲破病要请假嘛无防稳准，有人急性的胃痛，都互中官问讲，胃痛哪有可能痛几工？若唔处理问题，搁甲员工情绪热恋，甚至有员工想要请丧假，嘛互刁难。官相护，在立场马上开始。官场的文化就是这么恶劣。台中市政府市民有需要，我们都要随时。我在咨询你在讲什么啊？我要说明啊，因为你讲说我们不准请商假7天，我要澄清没有这样的事情啊。那卫生局的员工不满投诉，立即经发局的员工也了讲，现任的局长和经发局的离职率变悬，主管换换就红换，科长搁常常红洗面兼考试。佮讲2022年有一个科员因为压力太过大，忧郁症爆发，自我了结。我们不能像一般的民众叫黑函到处满天飞，不是。你要做申诉，那你要怎么走什么管道？卢秀燕强调，市府一直拢有建立员工辅导咨询的机制，会当上课了解家己的权利，伫咧工课场上打压，拢会当申诉。是讲市议员不满卢秀燕安尼处理方式，要求伊1礼拜来请假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